你而家係咪打算放售倫敦嘅公寓？如果係，相信你都會發現，依家倫敦樓市真係唔容易賣。高息環境令買家嘅購買力下降，加上物業管理費越嚟越高，租賃產權、外牆防火等問題，亦令唔少買家申請按揭時更加困難。市場上面放盤又多，買家自然有好多選擇。數據顯示，依家倫敦全城大約有17.7萬個物業，當中公寓就佔咗超過6萬個。好多時，買家比較10幾間，甚至20間屋，先至會落價。倫敦亦成為全英成交率最低嘅地區之一。傳統放售市場入面，接近64%嘅公寓，最後都可能賣唔出。而成功賣出嘅公寓，平均放盤時間更加高達272日。結果就係，唔少倫敦公寓可能擺咗幾個月，甚至超過半年，都未必賣得出。而你繼續持有間屋，就要繼續供樓、交管理費，同時亦可能損失租金收入。咁有冇方法可以更加快、更加有保障咁賣出？你可以考慮現代拍賣模式。同傳統放盤唔同，現代拍賣模式會透過網上平台接觸大量買家，同時設定一個清晰嘅成交時間。第一，56日固定成交期，唔需要再無止境咁等。第二，接受需要做按揭嘅買家，唔係淨係現金買家先可以參與。第三，買家成功競價之後，需要支付一筆不可退還嘅預訂費，大幅減低買家臨時反悔或者撤單嘅風險。另外，我哋亦會同你設定一個保密底價，未去到你接受嘅價格，就唔會隨便成交。最重要係，賣家可以免佣金，相關費用由買家承擔。所以，如果你有倫敦物業打算放售，就唔需要再無止境咁等，立即聯絡我哋，了解你嘅物業估值同現代拍賣模式點樣幫你更快完成交易。